蝴蝶夫人係非凡美樂為大眾製作嘅歌劇濃縮入門版。故事發生大約響1900年嘅日本 Nagasaki， 美國海軍上尉 Pinkerton 隨船隊訪日本，並且迎娶藝妓新娘蝴蝶粗粗山。蝴蝶排除萬難，對婚姻全心奉獻。Pinkerton 響結婚冇耐就離開咗日本。蝴蝶為 Pinkerton 誕下一子，佢日夜痴心等待，但係命運嘅轉變卻令到蝴蝶夢想破滅。蝴蝶夫人憑着優美嘅旋律、巧妙嘅和聲同埋精彩嘅配樂征服全球，永留史冊。非凡美樂將蝴蝶夫人最精彩嘅樂段濃縮到大約90分鐘，讓觀眾更容易進入歌劇嘅世界。呢一套歌劇會以原文意大利文演唱，附以中英文字幕，而入門版更加設有粵語旁述。有興趣嘅朋友要留意非凡美樂嘅網頁